讲老师那路中常用一张树啊？是啊。头拄我伫迄个溪埔的时阵啊，吼，甲恁介绍迄个福安庄，阮遮对嘛？其实福安庄是尾啊甲改名的，伊真正旧名叫做加油树卡。加油树卡，是这张吗？这张加油树啊。讲华文是啥物？台湾榉木。台湾榉木。嘿，古早名加油树卡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阮以早伫迄个山的另外一边，嘿，美浓迄边，啊，未来遮开垦。未来遮建迄个这个客家庄的时阵啊吼，是逐工来回在耕作安尼。哦，逐工搬山过来。对。太伤远啊，嘛就厉害呢。啊，遮有足侪迄个加油树，嘿，啊有一丛特别大丛，啊因伫迄个美浓迄边拄着的时阵啊，可能无共的家族啊，要拄着的先问好讲，等下阮中昼对淡地休困安尼。啊，因就讲，啊无就伫迄个足大丛的加油树骹遐食饭时休困安尼，啊名就出来啊。约定的地点安尼。对。家啦吼，有够趣味的啊！较早的人因为也无像安尼有看板啊，好找人，啊，就拎一丛树啊，就讲以后咱就伫遮集合。感觉这个地名啊，甲这树啊绑做伙，啊，即马这个牌楼进前，佮有种这丛树啊，特别有意义。是讲老师，啊，你家己哪排一台相机啊？这我先画啊。你先画。嘿啊。你逐工拢咧翕相哦。阮即阵啊吼，算讲伫客人的文化内底地图内底消失去啊，无去啊。咦，客家庄哪会讲消失去啊？应该是讲无人知啊，因为迄个啥，基山遮拢是住河洛人，啊，阮的人数足少，啊，就以早日本时代时阵，就像原住民安尼，为着要好管理啊，甲人做伙安尼，阮就互人甲迄个河洛庄去安尼啊，因为看人较济的，对，啊，所以有的地图内底是写河洛庄安尼啊。所以外口都唔知影，遮有一个客家庄就对啦。对啊，啊，阮即一寡老人啊吼，迄超过80岁、90岁，有诶无读过册，伊连河洛拢袂晓讲，啊，国语嘛袂晓讲，啊，你讲伊河洛人嘛，安尼讲袂过呢。就讲客语啊。国语就唔是河洛话。对，其实我无晓伟大，强迫中奖，找无少年人，吼，啊，老人真正嘛无迄个体力，嘿，我一定爱做，无法度，嘿，啊，你看老人一个过身，啊，少年人无可能回来。承担遮的任务啊，我感觉足困难对啊，啊，所以我只好用相机，吼，我上介绍的相机，啊，写一寡文章安尼，互大家知影有这个所在安尼。安尼咱是要行去倒位？我要带你入来迄个阮即阵啊吼上老的一间厝，一间哦，对，超过100年。哦，这100单维护得足好诶。系啊，我看起来有人咧住呢。啊，这个囡仔，来这边啊。恁拢是兄弟姐妹吗？兄弟姐妹。哦，恁两个啦，他们两个。这两个你爱叫我啥物？你敢知？阮亲戚。互恁叫。阿姐还是阿伯啦？阿伯哦。阿姑嘿啦，阿姑嘛有影。佮较悬。故宫嘿啦。故宫哦，你讲无够。故宫组，你两个叫我故宫组，辈分遮大，拢互因叫老伊啊。蒋老师啊，咱来栋厝，咱是要看啥物啊？阮庄啊吼，算讲伫溪边啦，啊，足侪石头。哦，这边拢是。嘿，对。溪内底石头空的。系啊。啊，佫有一个较特殊的，就是遮来，恁来看卖啊，顶悬遐，迄翘起来迄有无？哦，那两边尖尖的啊。系对，迄叫燕尾啦。哦。嘿，像燕啊，迄个尾溜。对。尖尖。系啊，迄爱有做寡人较有资格做。哦，一般人无法度做像这种形态。那安尼阮旧厝嘛熟悉啊，安尼刷来，阮的任务是要算啥物咧？阮刷的就是快闪闯关任务，快闪。嘿，所以速度较紧的，小朋友紧的，跟我讲。哦，紧哦，你做伙，走紧。小班的球无。行，等咧。等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2。这是啥物？等下甲恁讲，我先带你来头前来你讲。这是啥物？跳下去。这啥物？一起念。发扬中华文化。哎，厉害呢，弄对，安尼。老师，安尼头前迄7字应该嘛是像迄这种的标语吧？嘿，啊，恁敢要会出来？迄7字是啥物？敢要会出来讲？我知，就是讲你要写阮的节目的名，这条大路趟台湾。7字吗？收太济。对面，以早的年代哪有可能呢？以早人足够生一大堆饲袂起，啊，所以政府啊拢鼓励阮梦先收济，2个孩子恰好7字就对，就是安尼，计划生育的。啊，阮这拍已经过啊，所以阮这摆哦，阮闯关任务啊爱较紧的，后一段，行。真正是快闪的，行。
这届的闯关跟较早都无共呢，讲是快闪闯关，啊，就所以时间就有限啊，啊，一直撞一直撞，哦，哭撞有够忝的。是啊，阿妈恁好。你刚才我是啊要带恁来遮。是啊，那这嘛是一关吗？一关拍招呼。头拄伫 K 宝上，我有讲迄个，阮以前是住伫美容迄边过来。喂，迄边，你讲山迄边。对，福安里啊，结果阮这福安庄。啊，遮敢有，遮敢有阿嬷，恁是对面的山头，遮嫁过来遮的，敢有？无，这拢是是位吗？也嘿。拢要查高鼻是无药。哦，福啊！你讲以前有白，即嘛无得白，安尼。对。拢带去我查过。伊捌行过，这因翁。哦，这因翁。这因翁。哦，是为着恁阿嬷咧嫁过来就对啦。在路捌查足济啊，我迄个嘿嘿。查手啊，我无过。哈？查手。就是迄个。迄个。热天较济雨的时阵，我都过。加冬天哦。嘿。有个石头哦，跳石头哦，当天跳石头过安尼。跳石头。老师，哦，这福安里个福安庄，迄足久以前的代志啊，安尼。阿公请问诶，咱即马是几岁啊？93岁。阿公93岁。啊，这阿婆咧？阿婆你几岁？90。阿公，你常常拢爬迄山去找阿妈哦？无啦。无啦。为爱走天涯。阿妈袂啦。佮真诶有一个阿嬷，伊是较早伫迄个山诶迄头，啊为了要结婚，安尼佮搬过来诶，吼，足厉害诶。啊，我就甲因讲算笑，就讲哦，因是为爱走天涯，足厉害诶。老师，安尼阮即关有熟悉者时代故事了，是毋是就破关啦？即关了，阮就是爱后一段，阮较紧诶，行。快闪！对，阿公啊，拜拜！拜拜！多谢你。这是倒位？是一个当的三合院。你有感觉天管家有啥物所在？敢若无啥？这边清河，啊这边银川，两个拢有呢。哎呀，那是他说迄个庄家古作是银川堂，是双堂号。双堂号对，双堂号的由来啊吼，啊，互你讲，为什么会双堂号？都两个家族啊。祖先为两位所在来。嘛毋是呢。哦。嘿啊，以早年代较会发生啦，即摆年代较袂啦，对啊。啊，阮兜做散姐啊，我无法度娶某。啊，是红椒的。对。哦，红椒所以甲伊的同学嘛，娶过来这边。对，啊，就变双堂号。对。是特别的呢。介绍了吼。嘿，去破关啊。对，后一个啊。后一关，行，后一关。伊哪拢搁咧考，阮就破关。后一关。哦，啊，这个啊，大家要玩这，我要去倒位算啊。哦，足赶的哦。好停。好实力咧，算啥？即马这站嘛吼是来到宣化堂，嘿，甲一般庙无共，因为我这是乱堂。哦，所以有咧胡乱。对，这是台湾愈来愈少哦，可能会消失咯。哇，安尼遮应该足有历史啊！安尼咱这边主要是奉祀倒一位神尊啊。你若讲用庙来讲啊吼，是迄个观音大士啊。嘿，啊，毋过你若讲乱堂来讲啊吼，有三尊，关圣帝君、福佑帝君甲四命真君。哦，主要是这三尊。这三个是胡乱对。啊，以庙来讲啊，阮的主席，我拢叫主席，是迄个观音大士安尼。哦，嘿，对。啊，这个双化洞呢，真特别哦，甲阮阿莲同款，伊是一个鸾堂，因为阮阿莲遐嘛有一间鸾堂。啊，老师是讲这个鸾堂的系统，即马是哪来哪少啊，所以是一个真珍贵的所在。这真有少年啊！明艳，你好，啊，你这位是秉承吼，我是阿文，我是阿成。你们好，你好。安尼既然是少年，安尼请问者，咱即马是几岁？我28。有影少年，啊，这位30，这位新来。29。嘿，某啦。哦，恁是对。啊，这是恁查某囝。高追。我呢有影少年呢。是啊。阮遮吼少年啊，我爱较巴结的啦。嘿。无少年啊，少年较少，对，较少。外口做工课。嘿，甘愿留伫咧遮，我足感谢的。对。少年仔甲囡仔拢是家的宝贝了，对吧？对。啊，阮遮上侪人的时阵是迄个元宵节的时阵。元宵节拢会转来。嘿，过年会使无转来，元宵节一定爱转来。因为阮100几年的迄个元宵节的迄个节目啊，吼，逐年拢有办安尼。嘿，啊元宵节啦，就是爱甲神明请喙，啊油庄嘛，啊油庄啊吼，迄个叫足重的。
少年啊，看来更哎会快。对，你这个家是啊乡，在这大汉的一定爱。我无法度啦，拜托个啦。好，哎，老师，你这少年你嘛熟悉啊？安尼是不是有过关啊？无遐简单，甲恁办过。安尼速进来去，进来行。好，我先来继续过关。好，拜拜。跟我一起参加，拜拜。你们这会，这会，拜拜。拜拜。哦。哎，对家。这边，对，后壁搁有路安尼，你搁知哦？哦吼。哎，老师，这就不会用了吧？对啊。啊，伫40-50年之前啊吼，阮遮拢种场啊，嘿，啊人数无够，阮就去平野遐申请安尼。阿兵哥买，对啊，对啊，伊早有一句话叫做“军民一家亲”啊。哦。这我拢在伫遐读册啊。这定多啊。对啊。这个舞台后是迄个中秋节是过年的时阵啊，就是说唱歌啊，搁叫阿兵哥来“军民一家亲”的。对啊，安尼啦。对，啊，感谢因甲到决定啊。咱这关完成了吗？结束。哦，这关是最后一关啦。对。虽然忝懵忝，因为安尼一直哭撞嘛，甲囡仔做伙。啊，毋过我嘛甲即个砖头，敢若嘛行过一摆，啊嘛甲遮个人豆豆熟悉啊，嘛感觉即个砖仔头足高水的呢。其实伫咧正短时间有在地人来带，会当甲即个砖头熟悉甲真完全，我感觉是真赞的一个任务啊！哇，用足紧的时间，甲规个砖头拢熟悉了。是啊，这无简单的咧。啊，是讲吼，我两个人在拍拼的，啊，你是不是要向我后一关的煞色啊？哈。后一关。哦，真正足忝的。你嘛忝。哎呦，那咧，哦，后一站吼，带恁去山的另外一边，美浓，啊，美浓遐有一个美浓湖，嘿，啊，遐有一个货柜屋做的一个工作站。用火轨打。对。工作站。啊，所以后一关的关注就伫遐等完吗？对，嘿，安尼恁会使紧走，因为我足忝的，我要休困。后一关要恁路上要继续快闪。哎，歹势。老师，我先来去。拜拜，再会。老师，我先来去啊。拜拜。